呢個配比蒸出嚟嘅黃根糕，椰香濃郁，Q 彈爽口有嚼頭，清晰嘅蜂窩網魚翅紋，蒸又得，烤又得。呢條可能係全網至詳細嘅保姆級教程，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5隻蛋黃，蛋白可以留返嚟整雙皮奶，再加返2隻雞蛋。雞蛋呢要揀呢啲正常大細嘅，如果係呢啲細隻嘅初生蛋呢，整出嚟個配比就唔係咁啱噶啦。100克嘅白砂糖，呢個比我哋出邊食嗰啲呢係減咗糖量嘅。另外揾個大兜，倒入50-60度到嘅溫水，坐住溫水呢係更加容易打發噶。用打蛋器全程5-6分鐘倒，打到佢顏色變淺變白，有清晰嘅紋路，攞起身可以寫個8字，咁就差唔多啦。跟住嚟調酵母液，我試過0.7克到3克嘅酵母都會成功嘅，就係發酵嘅時長唔同。因為會用到一定嘅糖量，酵母記得揀呢啲高活性內高糖嘅，如果唔係會影響發酵噶。打發好嘅雞蛋液裏邊加入140毫升嘅椰漿，180克嘅木薯澱粉，都係用返白沙呢個純木薯澱粉。先將啲粉打濕，如果唔係一陣間一開機啲粉就會飆到處都係噶啦。再借助打蛋器打多1分鐘到，打到佢無乾粉粒嘅狀態，倒入調好嘅酵母液，用上下翻拌嘅手法將佢哋撩勻勻。冚蓋，加下啲天時，室溫發酵佢2個鐘到。發酵好之後呢，佢表面全部都係呢啲細泡泡噶。跟住要將佢攪拌排氣，蒸碗嘅底部同四周掃一層薄油，防止黐底。攞高少少，倒入啲粉漿，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啲大氣泡。上鑊蒸嘅話，全程大火蒸50分鐘，關火再焗多佢3-5分鐘。用烤箱嘅話，先調下火180度烤20分鐘，再調上火180度烤15分鐘。完全攤凍之後再脫模，呢個就係蒸出嚟嘅黃金糕，一樣有好清晰嘅魚翅紋。食起身除咗冇烤出嚟嗰種焦殼嘅香味之外，其他個口感係一模一樣噶。無論蒸又好，烤又好，個模具都要深啲，底糕蒸得夠厚，個魚翅紋先夠靚噶。呢嚿就係烤出嚟嘅黃金糕。如果你嘅烤箱比較細，表面有啲窿嘅話，刮走佢就得噶啦，一啲都唔影響佢裏邊好靚仔。講得咁詳細，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